8日學習艾多美第15天，艾多美文化 Tina 公司文化特講。各位線上嘅艾多美家人同現場嘅同事們，大家早晨，我係今日嘅主講人 Tina。想先問下線上嘅朋友，如果依家睇到我嘅畫面，聽到我嘅聲音，大家揮揮手好唔好？好嘅，我見到大家啦，多謝大家。今日呢個環節係要同大家深度解讀公司文化。大家可能會講，我哋參加過好多次公司研討會，都聽過公司介紹啦，係唔係？公司介紹通常包括公司名稱、銷售額、產品種類同企業文化，係唔係？咁今日點解要單單拎出企業文化呢個板塊嚟深入解讀？當然係因為企業文化重要啦，係唔係？我哋成日講認識一個陌生人，從陌生到熟悉，有句話叫始於顏值，忠於人品。一開始可能因為外貌被吸引，但最終決定係咪做朋友，仲係睇人品，係唔係？公司都一樣，好多經銷商夥伴一開始中意艾多美，係因為中意產品，但最終決定投身呢份事業，肯定係被公司文化吸引。呢個就係企業文化嘅重要性，它可以堅定我哋做呢份事業嘅信心，仲可以幫我哋找到志同道合嘅夥伴。如果我認同艾多美的文化，找到嘅夥伴都認同，咁我哋就係一幫同道中人啦。大家可能會講，企業文化我已經知好多啦，但平時一日研討會或者成功學院，因為時間限制，冇辦法深入解讀。今日我哋就專門抽時間，完整梳理同深入解讀艾多美的公司文化，等大家真係理解透徹，好唔好？開始之前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大家覺得董事長點解要創立艾多美呢？線上嘅朋友如果想互動，可以用 Zoom 嘅舉手功能，工作人員會幫你解除麥克風。好多朋友可能話唔知，但我梳理咗好多次艾多美的文化之後，得出一個詞：幸福。我覺得董事長創立艾多美的初心，就係要讓所有人都變得幸福。接下來我哋一齊睇下艾多美係點樣讓大家幸福嘅。1. 師訓，艾多美的靈魂。剛才會議開始時，我哋係咪朗讀咗師訓？大家知唔知點解所有艾多美會議都要以師訓開始，以師訓結束？師訓唔係口號，好多公司係隨住發展先總結出口號，但艾多美唔一樣，師訓係董事長創立公司之前已經喺腦入面形成嘅，佢完全按照師訓指導公司發展，所以呢4項師訓係艾多美的靈魂，都係所有艾多美人要遵守嘅準則。1. 珍愛靈魂。大家知唔知靈魂係咩？靈魂係人嘅精神同意志，人除咗精神意志，仲有肉體，肉體加精神意志先組成一個人。點解師訓唔講珍愛肉體，而講珍愛靈魂？因為人對肉體嘅珍惜係出於本能，比如今日感冒發燒、流鼻水、怕冷打冷震，本能就會食藥、多飲熱水、多休息。但靈魂呢？大家有冇真正珍愛過自己嘅靈魂？珍愛靈魂，除咗珍惜自己嘅精神意志，仲要珍愛別人嘅靈魂，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意志。同別人共事時，要先睇對方願唔願意，唔可以將自己嘅意志強加俾人。仲有，永遠唔可以為咗自己嘅利益損害別人嘅利益。每一個人生嚟都珍貴，我哋要尊重所有人嘅自由意志，呢個就係珍愛靈魂嘅意思。2. 經營夢想。夢想重要嗎？當然重要。艾多美有句話叫許許繪夢，終將所至。點解咁強調夢想？我用一個邏輯同大家講，大家小學學過時態，過去式、現在式、未來式，我哋可以改變過去嗎？唔可以。可以改變依家呢一瞬間嗎？都唔可以。咁只能往邊度使勁？未來。但點樣改變未來？人嘅身體受時間限制，唔可以回到過去或者穿越到未來。但思想同精神唔受時間限制，比如我而家叫大家諗今日早餐食咗咩，你哋嘅思想就回到過去；叫大家暢想5年後嘅自己，思想就去到未來。所以要改變未來，必須先讓自己嘅思想去到未來，清晰描繪出未來嘅樣子。呢個就係經營夢想嘅重要性。3. 堅定信念。信念係咩？念係念頭、想法，信念就係相信自己嘅想法。剛才講經營夢想，有咗改變未來嘅想法之後，就要堅定相信呢個想法。好多人今日下定決心做一件事，聽到別人講你唔得，或者時機唔好，
就動搖放棄，呢種係被動生活，被周圍環境同埋人影響。我哋要過主動生活，自己去改變周圍嘅人同環境，唔係被佢哋改變。仲有信念，要相信睇唔見嘅嘢，睇得見嘅嘢唔需要相信。比如我手入面有支筆，你哋睇到就唔使我講，相信呢係支筆。艾多美唔係憑空出現嘅，係從董事長嘅腦入面嚟嘅。自13年前，董事長開住一架賭到2萬蚊嘅破二手麵包車，呢架車唔單止係交通工具，仲係佢食飯、瞓覺、開會嘅地方。如果回到13年前，一個50幾歲、剛生意失敗、負債累累、開住破麵包車嘅男人同你講，跟我做艾多美，未來係行業第一，遍佈全球，會員超過1000萬，你會相信嗎？大概率唔會，甚至覺得佢係騙子。但當時艾多美已經喺董事長腦入面，佢有堅定嘅信念，相信一定會實現。而家呢，艾多美已經發展到25個國家同地區，全球有1600萬會員，成為行業第一。當時只有17個人相信董事長，其中堅持落嚟嘅人，而家已經成為首席營銷總監，徹底改變人生。呢就係相信睇唔見嘅嘢嘅力量。4. 謙卑服務。謙卑服務有2層意思，第一層係字面意思，尊重別人，謙虛對待他人；第二層係謙虛對待工作，尊重自己嘅事業。好多經銷商夥伴之前可能係企業老闆或者高管，做艾多美時會覺得，我以前咁風光，而家要推薦牙膏、牙刷、洗面奶，仲要同別人推銷半天，好唔體面。呢種心態係把自己放得太大，把艾多美放得太少。真正睇懂艾多美的人，唔會覺得呢係小事業。今日分享一支牙刷俾一個夥伴，佢可能分享俾10個、100個、1000個、1萬個夥伴，呢仲係小事業嗎？當然唔係。所以既然選擇咗呢份事業，就要尊重佢。董事長經常講，心態可以放得很高，夢想可以很大，但姿態一定要放低。2. 3大創業理念，生存速度均衡。每間企業嘅發展都唔係一蹴而就，艾多美係按生存速度均衡呢3個步驟發展嘅。1. 生存，企業嘅基友。創業者一開始唔會話今年要賺10幾億，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，保證收入大於支出，企業先可以活落嚟。影響企業生存嘅因素好多，比如成本、市場，但艾多美作為產品流通公司，主要成本係人工同辦公租賃費。所以提出辦公自動化，用先進嘅物流、財務系統代替人工，最大限度降低費用，確保企業生存。董事長話，企業家最大嘅罪惡就係讓企業倒閉，因為企業倒閉會導致員工失業、經營者破產、社會不穩定。2. 速度，方向加速率。企業生存之後，下一步係發展，但唔可以盲目發展，方向錯咗，跑得再快都冇用，比如要去 A 地，卻朝 B 地跑，再快都冇意義。所以艾多美的速度係方向加速率，先確保方向正確，再加速發展。艾多美的正確方向有3個：會員發展速度，作為電商平台，會員越多，企業成長越快。信息傳播速度，艾多美係人傳人、口傳口嘅事業，但傳統方式太慢，所以採用並行速度。韓國總部成功學院每次都用10幾種語言同聲傳譯，確保全球會員同一時間收到第一手資訊，適應外界變化速度。2020年疫情一開始，艾多美就將所有研討會從線下轉到線上，幫助事業夥伴適應變化。3. 均衡，利益公平分配。好多公司到生存加速度就停落嚟，但艾多美仲要追求均衡。企業嘅利益唔係一個人努力得嚟嘅，係合力公司、消費者同全社會共同努力嘅結果，所以要公平分配利益。呢個理念對個人都一樣。生存，初入社會要先求穩定，創業要找風險最少、投資最少嘅項目，比如艾多美係零成本輕創業，唔使資金投入，冇風險。速度，做事業要方向正確，唔好走捷徑，比如做艾多美唔好投機取巧，要以產品為導向，先打造穩定嘅消費群體，再衝目標，先會走得輕鬆。均衡，成功之後要過均衡人生。董事長話均衡人生係好好生活，博愛、學習、奉獻，
要對周圍環境同埋人有所貢獻。三大企業文化原則中心共同成長分享。一、原則中心文化。我第一次見董事長係去韓國總部面試，佢最後問我：你覺得自己係一個正直同善良嘅人嗎？仲話艾多美唔會隨便開除員工，就算你工作出錯，都唔會開除你。但如果違反正直同善良嘅原則，艾多美唔歡迎你。可見正直同善良係艾多美人嘅基本準則。艾多美的經營哲學叫正善上略。善良唔係不傷害，而係利他主義，分配利益時先諗別人。正直遵循原理同原則。原理，自然界嘅普遍規律，比如流通行業嘅原理係好嘅東西便宜賣，所以艾多美提出大眾精品戰略，同等品質價格更低，同等價格品質更高。原則，人類社會嘅標準法則，比如法律法規。點解原則中心文化係三大文化之首？因為艾多美係人和人之間產生聯繫嘅事業。如果每個人都以利益為中心，唔遵守原則，事業就做唔落嚟，公司都生存到。以原則為中心嘅領導人，團隊行動統一，管理輕鬆；以利益為中心嘅領導人，團隊鬆散，容易有衝突，做得好辛苦。真正嘅領導人要能力加道德，先會得到信任。二、共同成長文化。共同成長係指艾多美同經銷商、會員、消費者、合力公司、供應商共同成長。艾多美同供應商唔係甲方乙方嘅合作關係，而係家人般嘅合力關係。如果供應商犯小錯，唔會換掉佢，而係一起承擔。比如科馬 B&H， 2006年只有8個技術員工，產品換力飲品質好但價貴，銷路差。同艾多美合作後，通過提高銷量降低價格，而家年銷售額從3000萬美元變成4.56億美元，仲上市咗。仲有拉麵工廠失火嘅故事，供應商工廠失火，艾多美唔係換掉佢，而係幫佢渡過難關。呢種信任讓供應商可以專心生產大眾精品，艾多美又可以穩定供應產品俾消費者，實現雙贏。三、分享文化。一提到分享，好多人會諗公益，但公益之前，企業要先做到基本責任，納稅，稅款用於民生建設，造福社會。艾多美韓國總部係公州納稅王，艾多美中國係煙台高新區納稅王。先做好本分，再講公益。董事長話：做公益唔應該當成工作，要當成像食飯、瞓覺一樣自然。唔係有錢先幫人，係自己困難時都要幫比自己更困難嘅人。比如董事長創業初期，1年冇俾家用，但寒冬臘月見到賣柿子餅嘅老奶奶，就將身上所有錢買晒佢嘅柿子餅，仲叫佢趕緊回家，自己卻吃咗3日柿子餅，吃到肚脹。分享嘅原則係從小處開始，從近處開始，從現在開始，唔一定係分享錢。比如俾爸媽打個電話問候今日食咗咩，過得好唔好，都係分享幸福。力所能及嘅事，就從依家開始做。4、三大發展目標。顧客的成功，流通的樞紐，超一流企業。1、顧客成功。董事長用小孩哲學同小牛哲學比喻，農夫餵奶牛係為咗擠牛奶，把奶牛當成牟利工具，但媽媽養小孩係為咗孩子茁壯成長，把孩子當成終極目的。艾多美將顧客當成自己嘅孩子，真心希望每個顧客都成功。顧客分2種，消費者，人從出生就係消費者，希望用更少錢買更好產品。艾多美的產品係大眾精品加日常用品，幫消費者節省固定開支，將錢用喺更需要嘅地方。經營者，艾多美提供成功系統，唔係單單成功學院或者研討會，而係包含產品、物流、客服、培訓嘅完整工具。普通人創業需要準備好多嘢，但艾多美已經準備好一切。經營者只需要付出時間同熱情，就算自己冇能力，都可以找到有能力嘅夥伴一起成功。所以有人話在艾多美不成功都是奇蹟。2、流通的樞紐。艾多美係產品流通公司，樞紐嘅意思係有出有進，唔係只將韓國產品出口，而係讓全球產品通過艾多美平台互聯互通。呢就係 GSES 戰略，全球採購、全球銷售。
而家艾多美有25個海外分公司，正在當地挖掘特色大眾精品，實現全球流通，朝流通的樞紐邁進。3. 超一流企業。點解要做超一流企業？因為依家係品牌競爭激烈、信息透明嘅時代，大家只記得行業第一，比如世界第一峰係珠穆朗瑪峰，第二峰冇人記得，唔做第一就會被淘汰。艾多美唔單止要做行業第一，仲要做 Only One 嘅企業，有絕對競爭力。艾多美認為超一流企業要符合3點：持續為社會提供價值，獲得消費者持續信任，得到所有利益方嘅支持。點樣做到？堅持流通的本質，始終遵循好嘅東西便宜賣。化學融合唔係物理融合，兩樣嘢簡單連接，而係所有人改變自己嘅狀態，變成一個整體。做工作時唔止諗自己嘅本分，仲要諗對同事同經銷商嘅影響，這樣先會產生爆炸性成果。最後嘅小故事，有經銷商話艾多美事業好簡單，因為公司準備好一切，加入系統就可以成功。亦有人話好難，因為任何事都唔係一蹴而就。但大家聽完呢個故事，再諗下自己遇到嘅困難係咪真係困難？董事長創立艾多美時好窮，公司只有2個員工，董事長同佢太太都代表，只有3款產品：女性護膚品、清潔4件套、男性護膚品。當時連物流系統都用唔起，董事長同都代表就去便利店撿人家唔要嘅拉麵箱、零食箱，拿回來打包產品，箱子尺寸唔一樣，就塞報紙填滿。13年前嘅消費者收到嘅產品係用拉麵箱裝住，塞滿報紙嘅，但因為產品品質好，依然受到歡迎。經營者仲係拿住呢3款產品跑市場。而家艾多美有幾百種產品，精美嘅物流系統同包裝，大家仲覺得做事業難嗎？如果大家理解董事長嘅初心，讓消費者用物美價廉嘅產品，合力公司一起成長，經營者有收入，平凡人實現夢想，社會變得幸福，就唔會離開艾多美。希望大家珍惜同守護艾多美文化，一起朝住艾多美中國嘅4大願景努力，打造屬於我哋嘅百年艾多美。多謝大家。